今日咧就同大家嚟到尖沙咀海港城呢一間米芝蓮一星嘅法國餐廳 Epuis，長期啦都係保持住咧一星嘅級別㗎。到底係點解咧？而家咧就同大家一齊去睇下。我啦都好中意呢度㗎，成個環境啦都好有儀式感，仲好有氣氛添，仲可以啦望到啦維港嘅景色啊，超級適合啦慶祝啦同埋約會，亦都有咧 outdoor 嘅位置啦。同時咧，如果咧一班朋友咧都有房間可以包房㗎。午餐咧都非常之豐富喎，有前菜啦、主菜啦，仲有甜品添。哇！先嚟個前菜啦，一口芝士酥啊，正啊，好精美啊！外邊咧係一個脆脆嘅皮，咬開嘅時候咧有少少凍啦，同埋咧個芝士咧軟腍腍，又唔會太腍，好味道。哇！仲有新鮮熱鬧嘅麵包，我咧就最中意啦。同埋呢一個咧好鬆脆啊，香嘅芝士味添。呢一個牛角酥咧掂啊！全部啦都係自家製㗎，亞枝竹配黑松露嘅濃湯，聞到啦已經咧好香嘅黑松露味啦，而且咧而家啦仲係松露嘅季節啊，好香嘅亞枝竹味，而且咧仲係咧好結心，仲有松露嘅味道。我配送呢一個包包俾我。緬因帶子配香草珍珠嗱，咁呢一個咧醬汁啦係法國藍青口忌廉醬汁嚟嘅，而且咧裏邊咧仲有啲青檸嘅西米啦，仲有啦一啲魚子喺度啊，睇到咧就已經咧覺得好奢華，好清新嘅味道，而且咧仲有少少酸酸地添，醬汁啦同埋魚子啦，再加埋啦青檸西米食落去嘅時候咧好有口感，好開胃啊呢個菜式。香烤緬因龍蝦配新疆南瓜同埋水油芝士。有少少咧異國嘅風情味道，龍蝦咧好新鮮彈辣，黃色啦呢一個咧係一個麵團嚟嘅，呢一個菜式咧都好有創意同好有特色。今日嘅甜品啊，咖啡味嘅梳芙梨、煉奶嘅雪糕，仲有蛋糕配好香嘅咖啡味啊，而且咧個空氣感咧滿滿啊，嗰個皮咧仲有少少脆添啊，配住咧呢一個咧煉奶嘅雪糕啦，仲有少少餅水喺度。好特別啊，好好味啊！嗰個煉奶嘅味道咧，我好中意呢個煉奶嘅雪糕，正，連個貝殼蛋糕啦都一樣咁出色啊！好香，好清新，仲好生化添。每一道菜啦都好似藝術品咁，完全咧係高級法式嘅 fine dining 嘅感覺啊！呢度個菜式啦同擺盤味道咧都非常之精緻同埋好味啊，層次感啦好豐富，真係令人哋咧慢慢要品嚐嗰種啊！如果你都想去揾一間有氣氛啦，又有米芝蓮認證嘅法國餐廳啦，嚟Epuis咧絕對就唔會揀錯啦！記得 follow 同 like 啊！下一次再帶你哋去多啲高質嘅餐廳揾食，下次見。